星期一，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門宣布，儘管聯邦衛生官員調整咗兒童疫苗推薦接種範圍，但係縣內不計劃修改免疫接種時間表或者疫苗供應。日前，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將推薦嘅兒童疫苗數量從17種減少到11種，涵蓋白喉、破傷風同百日咳等。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門堅持加州衛生部現行嘅免疫接種指南，批評聯邦政府嘅變化，話目前冇新嘅科學證據表明現有嘅兒童疫苗接種計劃無效或者唔安全。佢哋指出，現行指南基於數十年嘅嚴格研究，旨在有效保護兒童免受可預防疾病嘅影響。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表示，修改旨在為公眾提供更多靈活性，減少強制性疫苗接種，允許醫生同父母根據個體情況做出決定。然而，洛杉磯縣公共衛生部門對此表示反對，認為簡化並且同其他國家疫苗接種計劃進行比較係唔準確㗎。佢哋強調，唔同國家嘅接種時間表需考慮人口特質、公共衛生基礎設施同埋疾病發生情況，而呢一差異並唔意味住美國嘅接種計劃過於繁雜或者不必要。天下衛視記者編輯報道。